湾无伫喙脣皮顶，伫耳孔边。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，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。阿正先的讲台湾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！如果到了咱千金宝的单元，咱就继续顶一集甲刷落去。家内饲猪，着猪槽。这句的意思是讲，厝内饲猪，就爱甲饲料放伫猪槽内底，因为安尼较会抢喷。咱讲互猪仔去抢食。家内饲猪，着猪槽。暗着刀，喷着落。暗就是汤较济。喷呢，喷就是洗米料流落遐水，暗着倒就是米汤的量爱济，喷着落米喷水爱落，安尼吼较有营养，较会大只。新猪母老猪哥，新饲的猪母要好生团，就爱请有经验的老猪哥来拍种。安尼生较会济，一旦生济，安尼经济就较会改善。猪皮照路行，猪囝南三蛇。咱一般咱会讲猪仔囝啦吼，但是伊这个文内底讲猪囝吼。当咧大猪仔离开猪条呢，会照主人路线进行。若拄好出事的咧，猪仔囝就拄出事的猪仔囝咧，因为个毋捌代志，都无照规矩，四界安尼乱蛇。猪皮什么意思咧？猪皮就讲当咧大猪仔啦。若猪仔囝咧，就是打出事无偌久诶，就讲一只呢打出事诶婴仔，一只呢用今仔日来讲，人来讲叫青少年叫猪皮，猪囝猪皮就是猪皮比猪囝佫较大只，但是还袂到猪哥嘛，还袂到猪公诶吼。猪皮照路行，猪囝南三蛇，过安尼，赤牛哥水牛母有个人讲水牛母袂要紧。讲到牛呢，公诶呢是赤牛啊，水牛母。若母的咧是水牛，表示讲后饲猪啦，嘛爱用牛来咧种植啦吼。过来呢，羊母羊囝满山蛇，这蛇就是世界龙榴莲啦，叫蛇啦吼。较无成偌蛇，就讲这个世界咧龙榴莲，世界拍走。羊母羊仔囝呢，共款伫山坪咧，世界偌蛇龙榴莲。最后鸟鸡鹅。另外，佫有看到鸟鸡鹅顶家禽，华语讲叫家禽吼。咱第一读做家禽。最后一句讲盐鸡趁红杯，鸡囝对鸡母。哇，这句呢真做名句哦。盐鸡就是腌过的鸡公啦，腌过的鸡公呢，佫想要学哪咧学红来飞，红就是公的，红就是母的。咱讲红所以咱来讲良红啦吼。讲腌过的鸡公，佮想要学这个良红得飞。鸡仔囝呢，鸡囝对鸡母，鸡仔囝呢，猪对鸡母，四界找食，重点在找食。所以咱有一句俗语安尼讲来讲，叫做鸡母带囝会轻松，鸡公呢带囝呢会拖棚，就差不多有这个意思啦吼。这咱常咧讲盐鸡趁红杯，可能就是为遮。开始有人咧传一句话哦，好，刷落去呢，我就从这呢来个念一下：家内饲猪，着猪槽；暗着刀，喷着落；新猪母，老猪哥；猪皮照路行，猪囝南三蛇；赤牛哥，水牛母；羊母羊囝满山蛇；鸟鸡鹅盐鸡趁红杯，鸡囝对鸡母。好，那朋友，咱这集就到这吼，咱期待后一次，多谢。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，由党风景教授主讲，党牛收录，多谢收听。